寵天堂寵物善終嘅創辦人阿康，大家可以叫我李子巴。我哋創立寵天堂寵物殯儀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本身我哋係從事佢嘅殯儀相關工作超過20年㗎啦。其實個主要方向亦都俾客人帶到個信心咧，係因為我哋全部都親力親為，同埋我哋嘅團隊係由呢個接送無骸啦，到去火化、同人神執骨，同埋同客人溝通嘅告別禮嘅安排咧，我哋都有專人去負責成個程序嘅。咁從而令到客人覺得我哋公司係一個細心可靠嘅感覺，佢會信任我哋交託呢個咁重要嘅事係俾我哋公司幫佢處理。